今年嘅年创流行音乐比赛，行业组打头名嘅王子贤，按说明年会推出行业创作专辑，以下各位超过10年嚟哟，做点点嘅睇下模拟嘅歌位。王子贤每个星期创作华语同好多年嘅歌位，创作嘅路向以得到几多人嘅听数同支持，各种嘅学长做乐程。係以前有咩開嘅盤咯，2-3年嘅新聞團西方元素加到客家歌嘅地位，希望帶俾大家碰新嘅感覺。母猪秘密，青青年從年輕歌，下巴天天輕快嘅節奏，衝衝跳跳。在主流音樂方面表現動大眼嘅王子賢，有客家音樂嘛有當好嘅成績，係今年台灣流行原創音樂，喺藝術中攞最佳表演中得主。10年來對音樂路檔嘅打拼攞付出，總算得到注意攞肯定。自己喜歡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俗語啊、俚語啊。那把它放在你的音樂裡面，我現在也是覺得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而已，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包袱在裡面。老子賢對母語創作方面，強下夫妻的各種學種就樂清，唔係客家人，現代對美國對就是音樂，聽到子賢日本客語、日本學羅嘅創作之後。嘅聽轉到台灣，老子賢強下溫馨，創造母語音樂嘅夢想。想要用民謠吉他，就是因為我們的就是想要讓音樂是純真的，就像我們要的風格就是單純的故事，應用我在國外學到的一些的元素，比較多元的元素，然後來重新製作一些新的母語的歌曲。王子賢創作音樂超過10年，母語專輯也下東渡街儲備當中，按照明年推出。多才多藝嘅子賢也三萬度創作流行音樂。準備2年嘅專輯，最到9年發行咧。希望自家嘅樂團就得從新報道康樂出強樣，將用你多年族群特色嘅音樂，交給本漢娜多年認識。客家新聞時事記者齊仲俊、林義輝台北報道。